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台語天馬行空》第11集。我是小張，咱今日要來討論一字常用字。這個字咱開出合喙攏會去講到，但是咱攏袂曉寫。佇國語內底講腹瀉，佇閩南語內底講掣屎，嘛有人講掣屎。不管是讀作掣，還是讀作掣，全閩南語界攏唔敢討論。是安怎唔敢討論？因為無人會曉寫嘛。今日小張就要來挑戰。小張，這個字攏無人會曉寫，嘛無人敢討論，你敢會曉？唔敢講會曉啦，但是小張會使提供一字，給各位做參考嘛。到底是有道理還是無道理？咱繼續甲看落就會了解。一開始，咱來看教育部安怎記錄。掣屎的掣就寫這個字。咱先煞講一個，佇閩南語內底有另外一個講法，叫做走北。甲掣屎是同意思的，咱即馬翻頭轉來討論這個字，佇文獻內底有記錄甲真清楚。這個字就愛讀作瀉，這字瀉有可能讀作掣無？小張認為真有可能。安怎講？咱等一下會來討論。這個字有一個上大的問題，就是這個字傷過頭冷僻，佇先秦兩漢的範圍內查無文獻，佇漢代之後才出現3擺，也就是講，這個字上下3000年才出現3擺。這麼冷僻的字，哪有可能是咱開出合喙在講的字？無可能嘛！講到這，讓小張插一個話啊！全世界的國家甲民族攏想盡辦法要保留家己的文化，我實在是想無啊！是安怎咱台灣要創假的？用這款的假文化有啥物好處？敢有法度來教育咱的後一代？另外一個代志，我嘛實在是想無，是安怎你攏唔出聲？無出聲無要緊嘛！小張的節目，你嘛來甲鬥相聽一下。咱翻頭轉來討論這個字。小張認為這個字傷過頭冷僻，無可能是正字嘛。正字一定另有其字。到底要寫倒一字？咱繼續甲看落。小張建議，就愛寫這個字。這個字甲寫藥的寫是標準的共義連詞，佇康熙字典甲雍正方言內底攏有記錄甲真清楚。這個字的音安怎讀法？咱即馬就來討論。這個字佇文冊內底有記錄，就愛讀作瀉。這字瀉有可能讀作掣無？小張認為有可能。小張若是要討論一個字，一般來講，小張攏會討論到聲母、韻母、聲調、意思甲文獻。即馬小張就先來講意思甲文獻。咱來看漢典安怎記錄。佇漢典內底有記錄甲真清楚。這個字的意思就是腹瀉，就是掣屎。咱來討論這個字。佇教育部的網站內底，嘛有記錄到，就愛讀作閃屎。即擺教育部是正確的，閃招閃屎攏會使寫這個字。即馬這個字的用法甲文獻攏清清楚楚，攏無問題。但是這個字到底是毋是有法度讀作掣，還是讀作掣？你毋着緊講。好，小張即馬就來講，請聽小張慢慢說來。咱即馬來討論聲調，瀉甲掣攏是入聲，攏是第四調。咱來看教育部安怎記錄，這字瀉就是讀作第四調，就是閉的聲調。擱說落來，聲母甲韻母的部分，咱用這種方式來做討論，各位會較好理解。一開始，咱來看小張這張聲母互換的表。以前小張捌講過，這張表差不多會使解決7-8成左右的問題。吃甲思都寫佇同一排，照道理來講，這兩個聲母會使互換。這個聲母互換了後，咱就甲寫佇這。擱說落來，咱來討論這個介音，其實就是伊甲烏在互相替換。這兩個音會使互相替換，算是基本常識，咱無需要擱討論啊。所以這個烏，咱就甲寫佇這。擱說落來這，咱攏無需要甲叮當。這個字就會使讀作掣，掣屎掣尿，攏會使用到這個字。小張，這字掣是毋是擱有另外一個讀音？無毋對，但即馬就要來討論。佇閩南語內底，入聲字的尾音有這4種，攏會使互相替換。這小張已經講過幾落擺啊，嘛算是基本常識之一。佇這個所在，咱就用這個尾音甲讀作掣，掣屎掣尿，囡仔人着驚，掣青屎，還是講掣青屎，攏用這字掣。咱即馬來做一個整理。這個字不管是讀作掣，還是讀作掣，攏是第4調，攏是閉的聲調。變調了後，攏愛讀作第2調，也就是好的聲調。意思攏甲教育部記錄的同款。若是用佇掣屎的時陣，攏是不自覺或無法控制地排泄出糞便的意思。小張，你講的是攏真有道理啦。佇這集內底
利用着兩個步數。第一個步數就是聲母互換，第二個步數就是入聲字的尾音互換。這兩個步數敢真正會用哩？你毋著舉例說明。好，小張即馬就來舉例。入聲字尾音互換，甲聲母互換這兩個觀念，小張佇台語天馬行空第10集內底，小張就已經討論甲真詳細啊。講過就無需要閣講啊。咱來講新的，親像這個字會使讀作肉，嘛會使讀作肉，就是這兩個尾音在互換。咱來看教育部安怎記錄，肉甲肉都記錄佇遮，這就是證據。小張，這叫做無巧不成書啦。無喏，親像這種的例，還閣足濟，請聽小張慢慢說來。這個字會使讀作字，嘛會使讀作接。即馬換這兩個尾音在互換，咱來看教育部安怎記錄。這兩字鬥做伙，就是小張講的兩字連用，文白相他，讀作字接。這兩字其實已經得要失傳去啊。佇這個所在，咱先煞甲講一個，甲咱的文化甲保留起來。小張，4個尾音內底，也有一個也未講到的呢。免着急嘛，咱即馬就來講。這個字大家攏熟悉，會使讀作月，嘛會使讀作月。若是甲這個介音提掉了後，閣有另外一個音會使讀作月。佇這個所在，就是這兩個尾音在互換。咱來看教育部安怎記錄，確實就是記錄這3個音無錯。小張用這3個常用字，甲入聲字尾音互換這個現象討論甲清清楚楚。咱即馬來講聲母互換。一開始，咱來看小張這張表，吃甲思這兩個聲母都寫佇同一排。這兩個聲母是毋是真正會使互換？咱繼續甲看落。咱即馬來舉例說明，這個字會使讀作10，嘛會使讀作10。教育部嘛是記錄這兩個音。這個字小張講過幾落擺，閣一擺啊。咱即馬來講第2個字，這個字會使讀作頂，嘛會使讀作等。有一個音教育部無去記錄到，就是聽後的聽。咱繼續來講新的字，這個字會使讀作蛇，嘛會使讀作車。佇教育部的網站內底，就是記錄這兩個音。小張用這3字常用字，甲這5個聲母互換的代志討論甲明明白白。這就是研究閩南語、研究漢學正講的方法。大聲話，互別人去講無要緊，因攏無法度像小張安尼自圓其說，這就叫做真金不怕火煉啊！未盡結束進前，小張要閣補充一字，這個字有2種寫法，這兩字甲這字串攏共一個聲符，共聲符就共韻母。咱拄則已經甲這排的聲母討論甲真清楚啊！佇這個所在，就是這兩個聲母在互換。所以這個字就會使讀作拖，拖底有藏錢，就是用這字拖。小張所有的論述攏同款，攏無改變。用這套方法，上少已經改超過500字以上的閩南語漢字啊！這好的節目，你有來甲小張鬥相聽無？閩南語是我的文化，嘛是你的文化啦。你若是閣無來甲小張鬥相聽，恐驚這把火會去予火去哦。若是火去，就可惜啊。咱來講結論。第一，不管是串屎還是串屎，全閩南語界攏袂曉寫，攏創假的。第二，小張建議寫這個字，這個字有文獻，無大緊，意思甲用法完全正確。第三，佇閩南語內底，差不多有7-8成左右的聲母互換是有理路可循的。佇這集內底，咱都有討論到吃甲思這兩個聲母。第四，入聲字的尾音嘛可以互換，親像這個字。若是用這兩個尾音互換了後，就會使讀作撮，嘛會使讀作錯，一點仔勉強都無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甲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